大家好，又到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嘅時間。今個星期有幾宗審訊皆預涉為國安法或者係2019年反修例風波相關。首先係被警方國安處通緝嘅郭鳳儀，其父郭延新被控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嘅資金罪。經聆訊之後，裁定表證成立。辯方傳召郭鳳儀兄長郭海東出庭，佢作供嗰陣顯得兄妹之間嘅感情淡薄。至於女律師被控協助正在服刑嘅周家成將未經授權嘅物品攜離監獄一案，被定罪嘅女律師申請終審上訴被拒。另外，2019年7月元朗港鐵站發生衝突，一名商人被裁定暴動同埋串謀蓄意傷人罪名成立，判監4年1個月。被告不服傷人罪定罪，向上訴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即時遭駁回。最後係一宗過馬路傳票案嘅辯方律師團隊入稟，指控當時嘅案件主審裁判官何麗明同埋控方大律師關文慧蓄意合謀延長審訊，涉嫌合謀濫用職權，並誣陷辯方團隊浪費法庭時間，對佢哋造成財務與專業聲譽損害，索償超過2000萬元。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潛逃美國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佢嘅父親郭延新涉嫌協助更改相關保險單持有人並提取保險單結餘，被拘控企圖處理屬於潛逃者嘅資金罪，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之後首宗引用相關條例檢控嘅個案。案件經聆訊之後，主審處理主任裁判官鄭念慈裁定控罪表證成立。雖然郭延新決定唔出庭自辯，但辯方仍然傳召郭鳳儀嘅哥哥郭海東出庭作供。郭海東作供嘅時候指佢唔知父親有冇曾經到日本同妹妹郭鳳儀見面，亦從來冇人告知佢成年之後會自動成為保單持有人。郭海東回應辯方提問嘅時候，顯得同妹妹嘅感情十分淡薄，指兄妹最後一次見面係2020年1月，之後雙方再冇見過面。案件押後至12月23日，以待控辯雙方作口頭補充結案陳詞。因為35家顛覆案同埋7·1立法會暴動案等判囚近13年嘅周家成，2023年5月被指未經授權下透過女助理律師胡永詩寄出給予申訴專員公署嘅投訴信，二人被警方國安處控以一項將未經授權嘅物品攜離監獄罪。經審訊之後罪成，周家成判囚3日，律師則罰款1800蚊，二人皆不服定罪提出上訴。今年5月被高院法官張慧玲駁回，但周家成嘅刑期上訴得直，撤銷3日監禁，改判罰款1800蚊。胡永詩不服，再向高等法院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高院法官張慧玲聽取申請方陳詞之後，即時駁回其申請。據知胡永詩已直接向中院再申請上訴許可，正待排期聆訊。2019年7月嘅元朗港鐵站衝突事件，報稱傷人嘅被告鄧家文被指牽涉其中，經審訊之後被裁定暴動同埋串謀蓄意傷人罪成，判監4年1個月。鄧不服傷人罪定罪，向上訴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上訴庭法官薛偉成開庭處理之後，即時駁回佢嘅申請。被告鄧家文被控喺2019年7月22日喺元朗朗和路及元朗港鐵站一帶，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同埋為使他人嚴重受傷而串謀非法同埋惡意傷害他人。控方證供指，被告喺案發嘅時候身穿白衣，向黑衣人投擲地盤燈同埋木棍，並且手持藤條企喺白衣人前線。資料顯示，被告喺本案發生前有串謀蓄意傷人前科，當時判囚9年。鄧不挑戰暴動罪定罪，僅就串謀有意圖而傷人罪提出定罪上訴。最後係2018年1宗，本來預計只需2日審訊嘅行人唔小心過馬路傳票案，最終喺東區裁判法院審足91日，被告最終獲判罪名不成立。審理案件嘅特委裁判官何麗明頒令辯方大律師及律師2人須支付62萬蚊虛耗訟費，二人不服上訴。上訴庭2022年裁定佢哋上訴得直，並且批評何麗明冇公平迅速審訊，控辯雙方冇盡責協助，下令雙方各自支付訟費。辯方大律師同埋律師近日再入稟高等法院，指控何麗明同埋當時嘅控方大律師關文慧蓄意合謀延長審訊，以圖利自身，涉嫌合謀濫用職權，誣陷辯方團隊浪費法庭時間，對佢哋造成財務與專業聲譽損害，向何麗明、關文慧、律政司司長同所涉司法人員索賠共2140萬蚊。翻查資料，喺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案中，關文慧大律師係辯護團隊成員之一。今個星期嘅法庭新聞重點又告一段落，下個星期再見。